有人伫咧神明的面头前做歹代志，台中一个查甫旧年8月去到一间土地公庙内底，用吊起仔线偷摕添油香的钱，煞来摕庙里的竹签来吐。警察调监视器画面，抓到37岁姓林的嫌疑犯。伊讲因为无头路欠所费，才会上空受胖，偷摕神明添油香的钱。治安全无爱查甫人直接行入去庙内底，开落来，甲手提物件落入去公德箱内底，刷落手就亲像咧钓鱼共款一直游。原来伊是来偷摕钱的，和门神咧用的签嘛，互伊摕来当作假死。原来这个查甫人根本就毋是庙内底的人，伊是一个贼仔。庙的嘛家己发明放贼仔的假死出来。落落去对吧？哈，伊什么钱伫个底，对吧？这弄掉了、砍掉了，伊要哪领会起来？人领嘛领袂起来。台中西屯凤雅里的一间土地公庙，去年8月调查头油香钱，互人拼去。报警了后，警方调看监视器，发现嫌犯是今年37岁姓林的查甫人。伊个辩讲是因为甲土地公有缘，才会来犯案的。以监视器持续的追查，追踪到他的窃嫌使用的代步机车，由机车以车追人的方式将他缉捕到案。公庙主委他是说，大约2万左右。警方讲，姓林的查甫人有几6项抢劫窃盗的前科，因为无头路欠所费，所以才会偷摕油香钱。不过尾也是互抓起来，按窃盗罪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